Hi，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，入嚟坐低斟杯茶先。今日堅叔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癌友第一次聽到就會心驚嘅問題：第四期癌症係咪真係等於冇希望？講真，當年我自己初次聽到第四期呢兩個字，都好似被一把刀插咗心咁，成個人呆咗。但行過呢條路，再慢慢睇返醫學資料同報告，我先明白第四期癌症唔等於冇希望，而係另一種需要更精準策略，配合身體狀態嘅階段。今日我想透過癌友茶記同大家拆解清楚，幫大家了解真正嘅資訊同埋現代治療嘅可能性。咩係第四期癌症？所謂第四期癌症，醫學上叫 Stage 4 或 Metastatic Cancer， 即癌細胞已經透過血液或淋巴轉移到身體其他部位，例如肺癌可能轉移到骨或腦，乳癌可能轉移到肝或骨。第四期唔代表絕對冇希望，而係指病情較為進展，需要系統性治療控制，而唔係單靠局部手術可以搞掂。美國癌症協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（ACS） 統計指出，不同癌症第四期存活率差異好大。例如非小細胞肺癌第四期平均5年，相對存活率約7%；乳癌 HER2 陽性第四期接受標靶治療後5年，相對存活率可以達40%。前列腺癌第四期若 PSA 控制良好，部分患者可長期存活超過50年。呢啲數字顯示，第四期癌症唔係單一概念，每個癌症種類、分子特質、患者身體狀態都會影響預後。點解會覺得冇希望？好多時候，第四期癌症令人覺得冇希望，唔係因為醫學數據，而係情緒影響、轉移。聽落好可怕。傳統印象、戲劇、新聞多描述，晚期等於無藥可治，體驗反饋、化療副作用、病情不穩定、身體狀態差。其實呢啲都係心理反應，但唔等於真實醫學現況。現代醫學重視個人化治療，即使第四期也可以有策略性控制，改善生活質素，延長存活期。咁第四期可以做咩治療？我自己初期完全唔識，仲以為化療就係唯一選擇。後來發現第四期癌症治療有幾種主要方向，化療依然係很多癌症第四期嘅基礎治療，用藥物攻擊快速分裂嘅癌細胞，控制腫瘤增長。ACS 指出，對肺癌或大腸癌患者，化療可顯著延長中位存活期，平均可延長4-8個月。但每個人副作用同反應都唔同。標靶治療針對癌細胞特定突變或蛋白質，例如肺癌 EGFR 突變患者使用 EGFR 標靶藥。研究顯示，中位進展無惡化存活期 （Progression-free survival，PFS） 可達14個月，而傳統化療僅約56個月。乳癌 HER2 陽性第四期，抗 HER2 標靶加化療可將中位總生存期延長至5年以上。免疫治療透過調動自身免疫系統攻擊癌細胞，例如 PD-1、PDL-1 抑制劑，部分肺癌患者有顯著反應，部分患者甚至達到長期緩解。資料顯示，約25% 患者可於2年後仍維持疾病控制。局部治療對於部分轉移病灶，醫生可能會用放射治療或手術控制局部症狀，例如緩解疼痛、控制出血或維持器官功能。第四期唔係單一治療，而係多種方法組合，加依據個人狀態調整。堅叔自己行過呢個過程，先明白醫生點解會不斷調整方案，並唔係隨便換藥，而係按腫瘤反應、基因特質、身體承受度嚴謹選擇。影響第四期預後嘅因素，堅叔整理咗幾個關鍵因素：癌症種類及分子特質，例如乳癌 HER2 陽性、EGFR 突變肺癌，接受標靶治療後存活率可大幅提升。治療反應初期對化療或標靶藥有效，存活期較長。身體狀態、肝腎功能、心肺能力、營養狀況、肌肉量都會影響治療耐受性、治療可及性，包括藥物種類、覆診規律、醫療支援。研究指出，定期監測、早期發現轉移或副作用，可以改善生活質素及延長存活期。生活方式、營養、運動、心理支持，亦對康復期生活質素有明顯影響。臨床數據顯示，第四期癌症患者若能保持適量活動及營養均衡，疲勞、肌肉流失及免疫力下降問題會減輕。堅叔自己做第四期治療時，最初心理上非常驚慌，覺得我完啦。但行過呢條路，慢慢理解，治療完唔等於完全失去希望。每個治療選擇都有目的，延長存活、控制症狀、改善生活質素。數據同研究支撐唔同方案，唔係單靠直覺或傳聞。例如堅叔嘅肺癌案例，假設匿名資料整理，
EGFR 突變患者接受標靶治療，中位進展無惡化，存活期由化療5盲6個月提升至12個月。如果 HER2 陽性乳癌第4期，抗哈伊標靶加化療可將中位總生存期延長至50個月以上。呢啲係醫學數據，並唔係小說。堅叔想提醒癌友，第4期唔等於無希望，治療可以控制病情，延長存活，改善生活質素。理解自己癌症特質、分子標記、基因檢測、病理報告都影響治療選擇。身體狀態同心理調適同樣重要，營養、運動、睡眠、心理支持，定期復診，按醫生指示調整方案，唔好自行停藥或亂換補品。資訊來源要可靠，醫生、臨床報告、官方機構，而唔係坊間偏方或網上傳聞。堅叔最後想總結，第4期癌症唔係死路一條，而係另一個階段，需要更精準、更有策略嘅治療計劃。醫生手上有化療、標靶、免疫、局部治療等工具，每個選擇都有數據支撐，並根據你個人癌症特質、身體狀態同目標調整。以前我聽到第4期，心入面幾乎停晒，但而家明白，知多啲，準備好，積極配合治療同生活管理，仍然可以延長時間，改善生活質素。我係堅叔，癌友茶記，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，講多啲癌症治療及康復路上真正重要嘅資訊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下集見。